3日江条转到国内来，800风灾四至到全台194亿元嘅农业损失，係4項千個嘅。風災高達為半年內，農委會指出，包含農漁業、含個畜牧業，就基金恢復893，唔過上半年含個蓮霧、復工嘅風險，強怕行外等嘅行業。唔過地重災期農業恢復嘅速度一樣係行較慢，農民期望嘅行嘅路要日日開通。因為800風災，田本水浸撇，5分本太水大撇，又見到浸死嘅雞同豬，總損失係4項千個194億。風災高撇為半年內，農委會統計，農業、養殖業同畜牧業大勢恢復890項，但是像係石斑魚、石雞、蓮霧，做下忙恢復。像石斑魚，但現在還在刻土。刻土了以後，刻土完了以後開始來養殖，還要一段時間。果樹有一些要重新來栽，那個可能要3年。雖然農委會認為農漁牧恢復嘅速度真強，不過帶頭嚴重災區嘅高雄、南馬下鄉民實感受唔到。農民講，災後對山區嘅管制更加嚴條咧，浸撇嘅田是唔得個降體，本件更加少嘅係，市場上各種東西要小心。問題係路唔外通，農產品還係送唔出去。我的希望就是說，把那個路通一通啊，因為我們這邊都是有那個什麼水蜜桃啊、龍舟都有啊。主要的道路弄好，就比較會遊客也會上來買我們的農產品。禮拜段時間，還無法度完全恢復嘅農產品，是蓮霧。農委會講，因為風災產季較慢，今年將年份嘅產量比去年同期少咗4項。不過按算到過年，產量應該會慢慢穩定，假使會略略起調。卡拉新聞綜合報道。